你而家留喺呢段感情係因為愛佢，定係因為驚自己一個人？唔好急住答，因為大部分人嘅答案係兩樣嘢混埋一齊，自己都分唔清楚。今集我會同你拆解一本書，作者係美國心理治療師 Mira Kirschenbaum， 佢用咗超過20年嘅臨床經驗，訪問過超過1000對伴侶，然後問咗一個你可能從來冇諗過要問自己嘅問題。你而家係唔係已經知道答案，只係唔敢面對？你會了解到點解感情決定係可以科學化嘅，36條問題背後嘅真正邏輯，同埋一個你今日就可以開始用嘅自我提問框架去解決感情問題。我係 Lawrence， 歡迎收聽 My Talk Book。我想先同你講一個場景，想象一下夜晚11點幾，你坐喺梳化上，另一半喺房間入面，你哋今日又冇點講嘢，唔係因為鬧交，係因為好似冇嘢好講。你望住個天花板，腦入面有把聲係咁問，係咪我哋兩個就係咁就一世呢？然後你攞起部手機碌咗半個鐘，唔係因為有嘢想睇，只係唔想繼續坐喺個問題入面。你有冇試過呢種感覺？如果有，呢集係為你而設嘅。Kirschenbaum 喺佢嘅書 Too Good to Leave, Too Bad to Stay 入面，一開始就講咗一句好殘忍嘅說話。佢話大部分去睇感情輔導師嘅人，其實喺第一次見面之前，答案已經喺佢哋心入面。佢哋係需要有人話俾佢哋聽，你嘅感覺係真實嘅，你唔係瘋咗，你唔係諗多咗。呢句說話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停咗好耐，因為佢指出咗一件事，我哋唔係唔知道答案，我哋係唔敢相信自己嘅感覺。點解我哋唔信自己嘅感覺？我喺商業世界見過好多人做決策，有啲人係純理性嘅，佢哋話俾我數據我就可以決定；有啲人係純感性嘅，佢哋話我感覺唔對我就唔做。但係最難搞嘅係感情上嘅決定，因為感情嘅決定涉及兩種完全唔同性質嘅資訊，一種係你感受到嘅，一種係你觀察到嘅，而呢兩種資訊經常互相矛盾。你感受到嘅係我仲係愛佢，你觀察到嘅係但係我哋喺一齊已經唔開心超過3年。你感受到嘅係咁多年感情唔捨得，你觀察到嘅係但係每次傾偈都變鬧交。Kirschenbaum 話問題唔係愛唔愛，係段關係係咪仲有辦法令兩個人同時過得好，呢兩件事係完全唔同嘅問題。我自己嘅睇法係潛意識嘅形成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佢唔係一夜之間出現嘅，係由無數個日常細節積累而成。你每一次嘅觀察，每一次嘅感受，每一次你諗算啦唔好講咁多嘅那一刻，都係喺編織你潛意識嘅一部分。當你某日突然問自己我係咪應該離開呢條問題嘅時候，唔係你第一次諗到呢個可能性，係你嘅潛意識已經累積咗足夠多嘅資訊，終於浮面咗。Kirschenbaum 嘅核心觀點就係，當一個人開始認真思考離開，佢嘅潛意識通常已經知道答案。我同意呢個觀點，因為喺現實生活裏面，當你真係唔想離開嘅時候，你根本唔會問呢條問題。但係知道答案同埋敢面對答案係兩件事。Kirschenbaum 喺書入面話，人之所以唔行動，通常唔係因為唔知道，係因為第一，改變嘅成本太高。你諗下，如果要離開，代表要搬屋，代表要同一大班朋友交代，代表可能要獨自面對父母嘅眼光。喺香港呢個城市，呢啲成本唔係小事。第二，對另一半有責任感，特別係你如果係一段長時間關係，或者你哋已經有共同嘅生活，你會覺得一走了之係一種背叛。第三，對未來嘅恐懼，呢個可能係最核心嘅。你唔係捨唔得佢，你只係驚自己一個人。講到呢度，我想同你講一個 Kirschenbaum 喺書入面分享嘅真實個案。有一個女人叫佢做 Sarah， 同一個男人拍拖咗10年。呢個男人有酗酒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喝得酩酊大醉，然後說一些傷人嘅說話，隔日醒來又唔記得。Sarah 一直以為係自己唔夠好，所以先至令到佢咁。佢嘗試唔出聲，嘗試更體貼，嘗試做所有嘢。後來佢去見 Kirschenbaum， 作者問佢一條問題，你有冇試過認真要求佢戒酒超過1次？ Sarah 答有。佢有冇做到？ Sarah 靜咗一陣話冇。就係呢一條問題令 Sarah 第一次意識到問題唔係佢，係佢一直在用自己嘅努力去填補對方唔肯負責任留下來嘅空洞。
呢個故事講中咗好多人，因為我哋太多時候習慣咗先責怪自己。咁 Kirschenbaum 嘅方法論係點樣運作呢？佢設計咗36條診斷性問題，每一條問題都係從真實個案提煉出嚟嘅決定性指標。同一般感情測驗唔同嘅地方係，呢個係唔係加分制，唔係你答咗幾多條是就留低，幾多條否就離開。每一條問題係獨立成立嘅，一條決定性嘅否定答案已經足夠告訴你一件事。我喺管理工作做咗咁多年，呢個方法令我想起風險管理嘅思維。喺企業決策入面，有啲風險係可以用其他因素抵消嘅，但係有啲風險係一票否決，只要出現，不論其他條件幾好，你都唔可以繼續。Kirschenbaum 嘅36條問題用嘅就係同一個邏輯，有啲關係問題係可以修補嘅，但係有啲係結構性嘅，係根基問題，唔係裝修問題。就好似你問我一間屋漏水係咪一定要搬走？唔係喎，牆壁漏水你可以修，但係如果地基開始下沉，呢個就唔係你用多少功夫能解決嘅問題。36條問題我冇可能今集逐一同你拆解，但我想揀其中幾條係我覺得對香港人最有衝擊力嘅，同你傾一傾。第一條，如果你知道段關係就係咁，唔會再有任何改變，你願唔願意就咁繼續落去？呢條問題係 Kirschenbaum 36條裏面最核心嘅一條。佢話大部分人留喺段關係入面係因為佢哋心入面有一個假設，只要我努力一啲，只要佢改變一啲，只要時機對咗，只要我哋搬咗新屋，只要生咗小朋友，段關係就會好返。問題係呢個假設係真係有根據，定係你自己安慰自己？ Kirschenbaum 用呢條問題逼你做一件好殘忍嘅事，唔好諗將來，只係望住而家。如果段關係永遠係呢個樣，你願意繼續嗎？如果你嘅答案係唔願意，佢話你要認真考慮係咪繼續落去。第二條，你哋之間係咪有個基本嘅善意？呢個善意嘅意思唔係激情，唔係浪漫，係最基本嘅。你會唔會尊重對方？佢有困難，你會唔會想幫？Kirschenbaum話善意係段關係最底層嘅地基，激情可以消退，但善意消失咗嘅關係係冇辦法靠努力起死回生嘅。如果你而家回答呢條問題，你係咪仲感受到彼此之間有基本嘅善意，定係已經變咗互相較勁、互相提防？第三條，你有冇試過一次認真提出段關係嘅問題，而對方有正面嘅回應？呢條問題係專門針對我哋試過但係唔成功嘅情況。佢唔係問你試過多少次，係問你有冇曾經試過一次，對方係有正面回應嘅。如果答案係冇，即係每一次你提出問題，對方唔係否認，就係迴避，就係反擊。Kirschenbaum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因為改變需要兩個人同時願意，一個人嘅努力唔足夠維繫一段關係。我想喺呢度停一停，分享一個我喺香港觀察到嘅現象。我自己身邊冇朋友試過走入呢個困局，至少冇人話俾我知，但係喺網絡上我睇過好多分享，令我對呢個問題有咗好清晰嘅感受。有一種情況係香港特別普遍嘅，就係當人到咗30幾40歲，突然發覺自己好似係在一段唔走又唔想留嘅關係入面。點解係30幾40歲先爆發？因為係呢個年紀，所有嘢同時壓過嚟，機會、成本嘅壓力。你諗，如果我而家離開，我重新開始嘅時間係咪仲夠？你望住身邊嘅朋友，有啲已經成家立室，有啲細過你嘅已經結婚，你會開始計數。第二點係自身條件嘅焦慮。香港人講現實，特別係喺感情上面，大家都唔係傻嘅。你知道自己嘅市場條件同25歲嗰陣唔同咗，你會諗，我走咗係咪揾到更好嘅呢？第三點係成本沉沒效應。你哋一齊住喺一個租咗幾年嘅地方，你哋一齊買過嘢，一齊去過旅行，你認識晒佢嘅家人，你問自己咁多年值唔值得放棄？呢三重壓力令好多香港人即使內心已經知道答案，仍然係唔敢喐。Kirschenbaum喺書入面有一句話，我覺得係對呢個困局最直接嘅回應。逗留喺一段令你受苦嘅關係，唔係忠誠，係逃避你，係在逃避做一個令自己同對方都痛苦嘅決定。呢句話係好狠嘅，但係佢係真實。
不過我想喺呢度加入我自己嘅補充，因為我覺得 Kirschenbaum 嘅框架有一個地方係對於華人社會有啲不足嘅。Kirschenbaum 係一個美國人，佢嘅個案大部分都係西方文化背景嘅。佢嘅36條問題係建立在一個假設上，當你問完問題，知道答案之後，你係有能力去行動嘅。但係喺香港，喺華人社會，呢個假設唔係必然成立嘅。華人社會對婚姻嘅態度係比較保守嘅，唔係因為我哋唔理性，係因為我哋理解婚姻係一個系統，一個牽涉到兩個人、兩個家庭，甚至幾代人嘅系統。特別係當有小朋友存在嘅時候，應唔應該離開呢條問題嘅複雜程度係成倍數咁增加嘅。我唔係話有小孩就一定要留低，但係我係話華人父母嘅考量係比一個單純嘅我快唔快樂更加多層次嘅。所以我對 Kirschenbaum 嘅補充係，呢本書嘅最大價值唔係在於佢幫你做決定，係在於佢幫你搞清楚段關係嘅真實狀況。至於之後點行動，係要考慮你自己嘅文化、你嘅家庭、你嘅現實處境。講到呢度，我想講今集我認為最重要嘅觀點係我同作者嘅睇法有一個地方係我想深化嘅。Kirschenbaum 嘅重點係診斷一段關係，呢段關係係咪仲有得救？但係我嘅睇法係，就算診斷完之後，你決定唔離開，你仍然要面對一個更根本嘅問題。段感情出問題，通常唔係關係本身嘅問題，係兩個人各自帶入呢段關係嘅模式出咗問題。呢個睇法係從我自己嘅經歷同觀察出發嘅。我喺商業世界咁多年，見過好多公司合併之後出現衝突。最常見嘅情況唔係兩間公司壞，係兩間公司各自有一套做嘢嘅方法，然後合埋一齊之後互相摩擦。感情都係一樣，每一個人喺原生家庭入面都學會咗一套感情嘅語言。你學到嘅係沉默係解決衝突嘅方法，佢學到嘅係要大聲講出嚟先係表達在乎。兩個人一齊就會係一個唔出聲，一個越嚟越大聲，而雙方都覺得係對方嘅問題。你學到嘅係愛係要犧牲，佢學到嘅係愛係要彼此獨立。你會覺得佢唔夠付出，佢會覺得你太黏，而兩個人都係出於愛去做嘢。所以 Kirschenbaum 問嘅問題係，呢段關係係咪仲有得救？但我想加多一層，係咪兩個人都願意，都有能力去了解自己帶入關係嘅模式，然後一齊改變？如果答案係正面，即使而家段關係係差嘅，仍然係有希望嘅。如果答案係否定，唔係因為唔愛，係因為一方或者雙方根本唔知道自己在做緊咩，亦唔願意去搞清楚，咁就算留低，問題都係繼續存在嘅。更重要嘅係，呢個模式唔係只屬於呢段關係，係你帶埋去下一段關係嘅。我見過好多人離開咗一段關係之後，入咗另一段關係，然後大概2-3年之後，發覺自己面對緊同樣嘅問題，可能另一半係唔同嘅人，但係衝突嘅形式、痛苦嘅感覺係一樣嘅。呢個唔係運氣差，係模式使然。所以今集我最想你帶走嘅一件事係，唔好問我應唔應該離開，要問我哋之間究竟發生咗咩問題，同埋我哋係咪有能力一齊去面對。逃避，不論係逃離一段關係，定係逃避喺一段關係入面面對問題，都係同一件事，係買時間。買時間唔係問題嘅答案，時間係讓你有空間去思考同行動，但係時間本身唔會改變任何嘢。呢個係我自己嘅觀點，亦係我覺得喺呢本書嘅框架之上仲需要補充嘅地方。係呢度我想同你講一個好實際嘅方法，幫助你開始呢個自我提問嘅過程。Kirschenbaum嘅框架係診斷段關係，但係要做到我講嘅呢層，了解自己嘅模式，你需要問嘅係另一批問題。問自己，我喺呢段關係入面有冇咩行為係我自己都唔中意，但係停唔到？問自己，當我哋發生衝突嘅時候，我習慣咗點樣反應？呢個反應係我選擇嘅，定係自動發生嘅？問自己，我對一段好嘅關係嘅定義係從邊度嚟嘅？係我自己諗清楚嘅，定係我細個喺屋企入面默默學到嘅？呢3條問題唔容易答，但係佢哋係一個起點，一個令你由一段關係出咗問題嘅視覺，而去我喺呢段關係入面係點樣一個人嘅視覺。後者係你可以帶去任何一段關係嘅東西，
我哋今集講咗好多嘢，我哋由一個好簡單但係好殘忍嘅問題出發，你而家留喺一段感情係因為愛定係因為驚？然後我哋了解到 Kirschenbaum 點解要用36條診斷性問題，而唔係叫你靠感覺做決定，因為感覺係真實嘅，但係感覺唔等於事實。你嘅痛苦係真實嘅，但係痛苦嘅來源係需要搞清楚嘅。我哋都講到香港人面對嘅困局，年紀、機會、成本、社會眼光係有佢獨特嘅重量嘅，唔係每一個決定都可以用一本美國心理學家寫嘅書嚟直接套用。你嘅處境係你嘅處境，你嘅考量係你嘅考量。但係有一件事係放諸四海皆準嘅，逃避思考係最貴嘅選擇，唔係逃跑最貴，係逃避思考最貴。因為逃跑至少係一個決定，而逃避思考係讓時間替你做決定，而時間做出嚟嘅決定通常唔係你想要嘅。我想喺結尾同你做一個簡單嘅行動框架，唔係36條問題，係3個你今日就可以開始問自己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如果段關係永遠係呢個樣，我願唔願意繼續？唔好估將來，唔好諗如果佢改變咗，唔好諗如果環境唔同咗，就係望住而家，問自己，如果就係咁，我願唔願意？答案唔需要即刻行動，但係你需要知道你嘅答案係咩。第二個問題，我哋之間最近一次有真正溝通係幾時嘅事？唔係講嘢，係溝通，係兩個人都覺得被聽到、被明白嘅對話。如果你要諗好耐先諗到，或者根本諗唔到，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答案。第三個問題，我哋兩個人係咪都願意去搞清楚而家嘅問題？唔係問你自己願唔願意，係問兩個人。因為一段關係係需要兩個人共同維繫嘅。如果只有一個人想搞清楚，另一個人根本唔覺得有問題，咁你哋面對嘅唔單止係關係嘅問題，而係兩個人係咪身處同一個現實嘅問題。Kirschenbaum 喺書嘅最後一章講咗一句話，我覺得係整本書嘅精華。你唔係在做一個關於愛嘅決定，你係在做一個關於你自己嘅生命嘅決定。呢句話係重要嘅，因為好多人喺做感情決定嘅時候，會把自己嘅需要放喺最後面。佢哋問，咁做對唔對佢公平？咁做係咪自私？咁做對小朋友會點？呢啲問題都係重要嘅，尤其係當有小朋友存在嘅時候，呢個考量係真實嘅，係需要認真對待嘅。但係有一條問題係你同樣有責任去問嘅，咁做對唔對我自己公平？你係呢段關係入面係一個人，唔係一個工具，唔係一個角色，係一個有感受、有需要、有生命嘅人。我自己已婚10幾年，我唔係喺呢度話我完全明白所有人嘅處境，因為每一段關係都係獨特嘅。但係我睇過太多身邊嘅例子，亦都係呢本書令我更加清楚意識到一件事：好多人唔係唔愛，係唔識問問題，唔係唔想搞清楚，係從來冇人教過佢哋點樣搞清楚。呢本書係一個工具，佢唔係答案，但係佢可以幫你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答案。如果你今日聽完，心入面有一點點唔舒服，係嗰種被說中嘅感覺，我想同你講，呢種唔舒服唔係壞事，係你嘅潛意識喺告訴你，有啲嘢係需要你去正視嘅。唔需要今日就做任何決定，但係至少今晚撥出10分鐘，問自己頭一條問題：如果段關係永遠係呢個樣，我願唔願意繼續？就只係呢一條，然後誠實地聽自己嘅答案。今集嘅書係 Too Good to Live, Too Bad to Stay， 作者係 Mira Kirschenbaum。如果你想深入了解36條診斷問題嘅完整內容，強烈建議你去揾原書嚟讀。佢係一本你可以一個人靜靜地讀，一邊讀一邊問自己問題嘅書。如果你想要今集嘅完整筆記、重點摘要同埋 AI 個人化分析，記得去我哋嘅 Academy 連結喺下面。我係 Lawrence， 多謝你今日嘅陪伴。如果今集對你有幫助，記得訂閱 My Talk Book， 每日一書。我哋聽日見。